呢一集我哋聯達摩同面。咁首先你要揾返達摩，你想邊一個面向係最靚嘅，你就揾咗佢啦。好啦，假設我呢個係最好啦，然後就將佢拼貼。點樣度呢？由頭第一行、第二行、第三行、第四行，貼近第四行嘅部分，同塊面黐住嘅位置就可以啦。開始亂嘅時候呢，準備針啦，穿個線啦，然後用手指公撳實鞏固嘅位置。穿過去呢個針，穿埋入達摩個身體。呢個針穿下兩個針。記得要穿埋達摩個身體先亂到塊面。
我哋最尾咧喺呢度會打個裂，即係話我哋啱啱開始亂嗰個位置喺入邊打裂，因為盡量都唔會喺出邊嘅位置打裂，咁就會影響到佢嗰個面型啦。然後去同一個位篤返入去，喺其他位置穿出，整理下你頭先穿過嘅事，因為會大力啊，或者好大力咁樣去扯啊，咁你就可以依家去 adjust 下，究竟佢嗰個位啱唔啱？第一行、第二行、第三行、第四行，第四行開始貼近個面先至亂。咁塊面嗰個底部咧，就等於你哋第35行、35針，即係第10行呢個位置，肥肥嘅部分咧，就係達摩個肚腩啦。咁就啱返佢個面型同佢個肚腩，之後咧就會再連返佢嘅紋喺下面佢個肚。